为什么歌戏会这侪人介意看？我是感觉台语比华语更适合来唱歌。阮家己咧拍这出戏的时阵，因为先去录音室录音，录音的时阵就爱甲演员讲，你要安怎唱？因为你这是戏嘛，唱歌甲唱戏是小可无共。拄则上架去买材料哦，一阵姑娘甲我牵条条。伊甲舞台迄款迄落歌戏舞台无共款，咱要甲做变成戏剧的迄款迄落音乐片，互观众咧看的时阵节奏会真错，这是进一步的试验啦。要如甜心怎解救？想无价值，想无价值，心忧愁。哎呦，这老查某好你正，你别想哦，没有怪阮后生呀。来，懂了，你这个被攻下了。哎呦，另外一个是我们让歌仔戏这件事情不再是殿堂上面的一个艺术，而是它原来的位置。它原本就是应该在电视机一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署名的，但要怎么把那个娱乐的东西用现在觉得娱乐的方式做出来？我们觉得喜剧是一个最好的形式。那是看较详细，说不定可以发现里面有一些，比如说我们跟周星驰致敬的桥段啊，我们跟复仇者联盟致敬的桥段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喜剧。我也有第二项发布，霹雳仙段。哎呦，叶红心是感动天地哦！呀，你喜你点要水中，点要来水中啊！名模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